多想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？对于人物哈，我觉得我如果是个心理医生的话，那个我的病人走进来的时候，我通常看他什么呢？我看他习惯，就他会摸鼻子啊，就他已经从他动作开始看，比如你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会注意你摸哪里啊，或者说你手不知道该放哪里啊，就类似这样，这是一种观察开始，对不对？然后人从习惯开始观察这个人，他的习惯，然后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以后一步一步越知道越多，他家庭背景，他生活在哪里，然后你就对这个人物越来越清楚。像我们从事编剧工作哈，要做一件功课，就是在编剧以前，对你每个角色哈，都要重新写一遍。比如说某某人几岁，小学读哪一个小学，国中读哪一所，比如兴国高中位于哪里，这个高中